Hello，大家好，又係我高 B 哥啊，係時間提醒大家飲水啦，增添智慧，增添水分，智慧如水啊！好啦，哇！呢個國際嘅政治咧，簡直咧可以講得係咧瞬息萬變，跟住咧就風起雲湧啊！好多事情咧同時間咧發生緊㗎。咁啊，高 B 哥今日咧同大家咧分享咗好多唔同嘅影片，喺唔同嘅角度去講事情。咁但係咧嗱，希望大家咧真係認真聽完之後咧，都俾啲意見，又或者咧講一講你哋嘅即係意見啦，或者咧唔同嘅角度啊，可以留言咧同我講翻聲㗎，好嗎？又或者網友們咧，大家一齊咧自己喺度互動一下，都係一個好好嘅呢個咧係即係思考上嘅訓練。咁啊，今日咧突然之間咧收到咧呢個羊城小人物咧嘅一篇咧來信啊！咁啊，佢話：喂，高 B 哥，我真係冇時間錄影片，所以咧係咁依寫幾句俾你參考下啊！呢個咧係加急嘅一個咧影片嚟㗎。喂，突然間講到加急嘅影片，跟住又話自己冇時間錄，係咁依寫幾句喎。咁我一睇，哇！你個衰人啦，幾千字啊嗰度仲話係咁依幾句。不過人衰又還衰，我中意啊！咁所以咧，我好努力啊，因為咧今日咧成日咧做咗好多嘅嘢，哇把聲而家都沙沙地嘅。但係咧而家咁夜嘅時間咧，我都同大家咧錄埋呢條影片。咁啊，希望咧聽朝早晨咁早咧出到呢條影片啦。咁所以咧，大家咧真係一定要俾個 like 咧，羊城小人物，同埋咧俾個 like 高 B 哥。嗱，咁佢裏邊咧講個內容咧，好多嘅內容咧係重複翻咧而家新聞上邊一啲嘅 hardcore facts，我哋講嘅係一個硬嘅一啲咧係事實嚟㗎。但係咧有好多人咧用一個唔同嘅角度去演繹㗎。譬如咧今日咧我已經見到咧美西方咧特登咧將件事咧兜轉嚟講，比如就話咧《華爾街日報》咧又喺度爆料，就話咩根據咧呢個消息人士嘅透露，就係咧習主席咧呢邊啊中國呢邊啊主動咧打電話俾阿特朗普，咁就話哇成個形勢變咗啊！因為咧過往咧10幾年以嚟咧從來冇試過咧中國咧係主動示好咁咧打電話俾美國㗎咁樣話。咁啊嗱，呢個同我琴日咧出個影片係咪應該係今日啦嚇？因為sorry 啊，我錄影片嘅時候係今日啫，但係喺今朝早出啦，今日晏晝出嘅影片啦，已經講咗就話咧，喂，其實喺感恩節之前做，咁我講咗俾大家聽，我估算係因為阿貝森特又講，阿特朗普又講㗎嘛，係咪？點會突然間屈翻嚟阿習主席主動打電話㗎？咁但係今次又真係嘅，因為佢冇用一個應邀嘅字眼，咁所以平時咧我哋聽嚟聽去咧好多次咧就話中國咧係應邀去通電話，咁啊所以咧就知道咧100%係由美國嗰邊發起嘅電話嘅一個要求。但係今次咧就咁講咧，中美雙方通話，咁所以大家咪誤會咗咯。咁所以大家係咪明白啊？外交之上咧嗰個用詞係好重要㗎。當你次次都用緊應邀，突然間今次唔用啫嘛，就已經即刻俾人哋咧揦住咧，就話嗱係咪啊？中國主動打電話過嚟啦，中國要求救啦，中國要揾美國幫手去處理日本事情啦咁樣啊，好彩啫！外交部出嚟咧就發表聲明，就話：據我所了解咧，唔係㗎，唔係呢回事嚟㗎，係美國主動打電話過嚟㗎。咁咧即係應咗咧我講嗰句咧，就係話：喂！係特朗普急於咧喺呢個感恩節之前啊，要攞到啲禮物翻去啊。OK， 咁啊點解我會咁樣判斷呢？嗱，因為一個只係一個媒體嚟嘅嗱，《華爾街日報》只係一個媒體嚟嘅。咁啊再加埋佢仲話係消息人士透露啫。而另一方面咧，係中國個外交部係一個官方講嗰個嘅可信性，梗係就咁比媒體報出嚟嘅高啦，啱唔啱啊？所以有陣時判斷事情咧，一定要咁樣判斷，就唔好成日俾嗰啲咧，即係人傻真係冇辦法。總之咧，美西方嘅媒體講嘅嘢咧，就係鐵律嚟嘅，就係事實嚟嘅。大佬，人哋《華爾街日報》啊都唔夠膽講俾你聽，話邊個講噶，都係話消息人士透露就係陰公，你就當到十足十咁樣，係咪？所以咧，即係有陣時咧，錯就係咁樣嚟，有色眼鏡、濾鏡、意識形態係導致到佢哋咧睇任何事情咧都有先入為主感噶，所以呢個錯咧係應該嘅。好啦，咁啊嗱。幾千字啊嚇，砰砰聲讀俾大家聽。如果你聽唔切，或者我讀得快咧滯，或者我讀得唔好捋捋你咧，大家咧真係咧要包容一下，好嗎？好啦，喂，高 B 哥，實在咧冇時間去錄影片啊，所以咧係咁依寫幾句俾你咧參考下啦嚇。喂，習
同埋今次嘅呢個咧深夜通話咧，恐怕咧係並唔簡單㗎。嗱，已經係超越咗咧傳統嘅一種咧中美嘅交流嘅範疇㗎啦。嗱，首先呢一次究竟係邊個揾邊個咧？嗱，從呢個新聞嘅通稿之中咧，中方並冇用應邀啊呢種嘅表達，所以咧基本上咧可以肯定咧呢次咧係習大大主動咧係打俾咧係阿老特㗎啦，咁樣話。嗱，所以楊成小人物你都錯埋啦，你都係用呢個基於咧一般嘅諗法，就係話唔用應邀呢個字啊嘛，咁所以咪係調翻轉係習主席打電話俾阿特朗普咯，咁但係 sorry 啦，外交部出嚟澄清咗啦，唔係。好啦，其次中方咧今次咧同阿老特通話咧，中文嘅通稿之中主題嗰個主議題係咩咧？主議題就係戰後國際秩序。嗱，雖然咧就冇提到日本，但係句句咧都係講緊日本㗎。嗱，好啦，咁講聯繫翻佢之前嘅一啲嘅公開嘅新聞啦。中國咧用一個五常嘅身份，即係咧呢個咧係聯合國個常委五常嚇。咁呢個喺聯合國之中咧多次咁樣係公開重提聯合國憲章之中裏邊嘅敵國條款㗎。嗱，日方曾經試圖咧想混淆視聽，咁咧就強調喺好多年之前所謂呢個敵國條款就已經係被廢棄咗㗎啦。嗱，而且中方當時咧都係表示表態係支持㗎噃，但係實際嘅情況係咩咧？就係日方咧所講嘅，只不過係一份咧冇法律效力嘅建議稿嚟嘅啫，係建議稿。嗱，當時咧確實咧曾經討論過要廢棄咧所謂嘅敵國條款㗎。而中方亦都表示過係同意嘅噃，嗱，願意支持攞去交付去到咧聯合國大會上面嚟到表決㗎。嗱，喺取得咧2/3嘅會員國同意之後咧，並且喺五常亦都一致咁樣認可之後咧，再去咧修改嘅呢個嘅條文嘅呢個嘅條款嘅。但係問題係咩咧？問題就係之後咧，好似呢一份嘅建議稿咧，一直咧都冇人咧攞去咧付諸表決㗎，所以喺聯合國憲章嗰度咧，一直咧都冇修改過。所謂嘅敵國條款仍然係板上釘釘嘅一份咧國際法律文件嚟㗎。係呢個就係事實啦。另外啦，我仲見到有啲人咧特登出嚟炒花呢個事實，就話其實咧已經過咗時㗎啦，咁樣話真係咧唔識嘢嘅人咧，真係可以亂 Q 咁吹。法律邊有過時㗎？只能夠廢除嘅啫，除非個法律寫到明嗰個生效日期先係去到幾時嘅啫，係咪啊？而家都仲有人咧攞翻戰前嗰個法律出嚟去處理無論係中美嘅貿易戰荷蘭係咪冷戰時期嘅法律，又或者其他好多方方面面嘅地方，1920幾年嘅法律又有人攞出嚟用，1890幾年嘅法律又有人攞出嚟用。咁就話咗俾你聽，或者你真係唔識都未定嘅，嗰啲人就亂咁吹，又話咩會過時喎，過你條命咩？好啦，喂，繼續講下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咧，已經係正式咁樣係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呢一封嘅信咧，將會作為聯合國大會正式文件，向所有嘅會員國咧係散發散發㗎。咁信中咧就強調就話，如果日方膽敢咧武力咁樣介入咧台海嘅局勢，將會構成咧侵略嘅行為，中方咧將會係堅決咁行使自衛權㗎。並且中方咧唔排除主動以呢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嘅身份主動咁樣咧啟動呢個嘅敵國條款，行使聯合國憲章之中咧明確嘅規定㗎。而武力咁樣打擊呢個咧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嘅一個權利嘅。好啦，呢個咧首先大家要講清楚，或者要理解清楚，擺到上去聯合國，跟住咧仲要分發晒俾咧成200幾個國家同埋地區。嗱，再重申一次咧，唔係中國嘅決定，唔係中國單方面嘅一啲事情係聯合國憲章裏邊有嘅一樣嘢嚟㗎。OK， 咁所以咧已經係話到明俾你聽㗎啦。擺正咗嗰個位置先。另外啦，中方咧罕有咁樣嘅公開強調，佢就話琉球群島嘅地位咧係未定㗎，仲有北方4島佢會協助咧俄羅斯去開發。而根據咧二戰之中咧達成嘅所謂波茨坦個公告呢個嘅公告咧係日本領土僅係限於咧日本4島同埋咧佢嘅附屬島嶼嘅啫。而所謂嘅附屬島嶼咧，係需要由五常取得共識之後咧嚟到去界定㗎。
嗱，例如啊，日本同埋俄羅斯佢哋呢個所謂北方四島嘅問題呢，假如啊按照自然嘅地理嚟到界定嘅話，咁樣咧，呢個北方四島同日本嘅列島之間啊，佢即係好多唔同嘅島之間啊，確實係存在咧一個更加緊密嘅自然地理關係㗎。OK， 咁啊已經一組人咧研究咗啦，就係睇到咧佢其實咧係屬於咧同一系列嘅海底自然山脈嚟嘅。但係啊，當年嘅蘇聯話呢個唔係你嘅附屬島嶼，咁咪就係唔係咯，係咪？咁啊，蘇聯咧當時咧將呢個四島咧喺地圖上邊咧係改咗名㗎，跟住咧就劃歸咧所謂叫做咧南千島群島，於是咧就成為咗咧蘇聯嘅領土啦。而喺呢個咧毛時代，即係咧呢個毛澤東嘅時代啊，咁啊同呢個咧蘇聯交惡嘅時候啊，我國咧亦都曾經係支持過日本咧對於所謂咧北方四島嘅主權聲明㗎。嗱，為此啊，仲曾經咧發行過郵票添㗎。咁啊嗱，改革開放以嚟啦，我哋對於咧所謂嘅北方四島立場同埋毛主席嘅時候咧係並不一致㗎。大致上嘅立場係咩咧？就係係邊個嘅，我哋唔理啦。你哋要中意邊個咪邊個咯。嗱，你哋自己真係協商，我哋咧就兩邊咧都唔會幫㗎啦。咁 OK， 唔會幫㗎啦。好啦，嗱而家咧係唔同晒喎。公開咁樣支持咧呢個俄羅斯開發同埋利用，仲明確咁表示咧會參與俄羅斯對於北方四島嘅開發㗎。括弧住啊，實際上就係明確咁支持俄羅斯，以俄羅斯自己嘅基建能力，佢有個屁建設能力咩？係咪？好啦，咁啊講翻呢個咧講翻呢個咧琉球群島啊，嗱地理上面咧好明確㗎。同日本啊咁多個島嶼咧並非係同一個咧地理嘅關係。琉球群島咧係屬於咧大陸架嘅延伸嚟㗎，地理上係同咧歐亞大陸咧係同一個部分㗎。好啦，歷史以嚟啊，琉球群島咧都係中國嘅附屬國嚟㗎，係同咧日本咧無論喺政治啦、文化咧都係咧冇任何嘅關聯關係㗎噃。咁啊，仲有啦，就係關於咧琉球咧併入去呢個咧日本喺呢個明治維新之後嘅事對外擴張，強行咁樣吞併翻嚟㗎。而喺二次大戰之後咧建立起嚟嘅所謂雅爾塔國際政治嘅體系係好明確咁規定咗日本嘅領土只係限於咧日本四島啫。其他一切咧明治維新之後通過咗呢個殖民擴張而形成咗嘅殖民地領土咧，通通咧都予以咧係剝奪，物歸翻原主㗎。好啦，但係美國喺呢個二次大戰之後，出於咧同呢個蘇聯佢嘅爭霸嘅需要，獨佔咗咧日本㗎，所以咧喺呢個咧1951年，就喺冇經過其他國家嘅同意嘅情況之下，老美同呢個咧日本咧私自簽咗一個所謂叫做舊金山條約㗎，而美國將呢個咧琉球群島一系列嘅島嶼咧劃歸咧日本去代管，亦即係話即使咧按照美國人嘅講法，日本對於咧琉球群島主島咧就係而家嘅美軍基地沖繩島咁亦都只係有咧呢個咧行政管轄權，而咧係唔會有主權呢件事㗎。OK。好啦，咁過去美國一家獨大，特別喺海洋力量嗰度，可以講得咧係天下無人能與之咧爭鋒㗎。所以琉球嘅問題，我哋咧一直咧都係處喺一種咧隱隱嘅呢個狀態嘅啫。牌的確咧係攞喺手上面，但係咧係唔能夠打㗎，無他嘅。你根本就冇呢個力量嘅時候，空口講白話係冇用㗎嘛。人家你都懶得理你有本事你咪嚟打我試試咯，係咪？好啦，咁隱咗咧，終於咧係去到幾十年嘅時候而家嘅力量夠啦。呢一張牌一旦真係公開咁打出嚟嘅話咧，咁嗰個咧就唔係淨係得個講字咁簡單㗎啦。恐怕假如中國咧真係要對日本喐手嘅話，戰場恐怕首先咧就正會喺呢度開始啦。前幾日嘅新聞就係咁樣㗎，佢係日本防務大臣登上咗呢個石垣島，佢哋成日叫嗰個咩西南諸國西南諸島登上呢個咧石垣島㗎。了解咧喺呢個咧石垣島上面嘅部署一個叫中程導彈嘅具體情況。
嗱，石垣島咧就係屬於咧琉球群島，喺咧琉球群島裏邊咧嘅最南端嚟㗎。嗱，距離台灣島最近咧嘅地方只有咧110公里嘅啫。而日本喺呢個地方咧部署嘅所謂中程導彈，已經可以講咧係一個事實性嘅武力干涉台海㗎啦。嗱，呢度咧要解釋一下嚇，以前唔係講過就話日本係冇呢個中程導彈嘅咩？嗱，既然又冇嘅話，咁日本又走去點樣部署先得㗎？嗱，我哋咧講咧，日本冇，但係大漂亮國有啊嘛，係咪？嗱，大漂亮國咧近年嚟可以講都係咧力不從心，所以咧要求盟友咧去分擔軍事壓力啊嘛，所以佢就賣咗所謂賣咗400枚呢個戰斧巡航導彈咧係俾呢個日本㗎，而大漂亮國咧就講就話講嘢佢真係的確係好漂亮啊，大漂亮國講話可以咧通過咧增加咧日本對外嘅威懾能力咁話㗎，嚟到確保日本嘅呢個自衛嘅能力。而實際上咧，實際上就係大漂亮國咧即係鬆咗口肯賣戰斧。開始嘅本意並非咧主要係攞嚟咧針對中國，反而咧係攞嚟咧針對咧朝鮮㗎。好啦，咁小金同志金正恩小金同志咧喺度咧即係早幾年喐不喐咧，即係喐啲咧就向呢個咧日本方面咧走去咧放煙花。放煙花你明啦，括弧住嗰個放煙花即係射導彈啦，將呢個咧日本咧都嚇壞㗎。而金將軍咧，喂，坦白講，佢真係唔係一個斯文人嚟㗎。嗱，搞唔掂嘅話，分分鐘咧真係咧喺冇預警之下咧，佢係會喐手㗎。而大漂亮國咧嗰陣時咧就要咧親自落場，佢走去打金將軍咁樣嘅話咧，咁恐怕咧中同埋我都可能咧被逼要落場啦。咁重演一次咧抗美援朝㗎。咁畢竟呢個咧朝鮮係中美俄三國咧嘅戰略緩衝區嚟㗎，三方咧邊個能夠進入呢個地方，另外嗰兩家咧都會咧跟住咧走入去㗎。所以大漂亮國如果真係夠膽落場嘅話，咁樣咧正正係一個大戰嘅節奏嚟㗎，打大仗大戰嘅一個節奏。嗱，大漂亮唔得亦都唔夠膽咧係親自落場嘅話咧，咁日本真係難受啦。金將軍咧，如果喺嗰日真係同佢嚟一下，即係喐一喐，日本連咧應對嘅手段咧，可能咧都係冇㗎。所以大漂亮咧就賣咗咧400枚嘅戰斧俾到日本，用嚟咧所謂威懾朝鮮。呢個就係咁講啦，即係話如果朝鮮打日本，日本係可以還手㗎，亦都咧能夠咧打擊到咧呢個咧朝鮮嘅。好啦。大漂亮國咧有冇考慮過就話呢400枚嘅戰斧巡航導彈係會咧對中國形成威脅嘅咧？會咧引起咧中國嘅強烈不滿嘅咧？嗱，當然考慮過啦。嗱，不過400枚嘅射程喺呢個1500公里左右嘅戰斧導彈，對中國所構成嘅所謂威脅實在係有限㗎。呢個完全喺呢個中國可以咧容忍應對嘅一個咧範疇之內，所以中國嘅不滿無非咧就係口頭上面嘅啫。喂，罵罵咧咧幾句之後咧，一句話概括咗佢，就係話畢竟咧都仲係咧未打破雙方嘅戰略平衡。嗱，多咗呢一筆唔算，少咗嗰一筆又話唔算。呢種咁樣嘅體諒嘅嘢嘅體諒級嘅，對於咧中同埋美雙方嚟講無非就係咧喺睇好似咧兩隻菜鳥喺度咧，大家互懟互相傷害咁樣噶。巨人睇住呢個幼兒園小朋友喺度打交咁解嘅咋。好啦，最重要嘅係咩呢？就係係老美喺日本咧係有駐軍噶。咁所謂咧賣咗俾日本，其實咧到底係唔係仲喺日本手上呢？呢個咧都難講噶。至少呢啲嘅高技術武器，最後要落到要將佢咧激活並且咧發射出去，恐怕咧控制權咧都仲係一直喺老美手上噶。但係老美咧都仲係低估咗咧日本人嘅。日本人要同你賭國運嘅時候佢哋咧真係可以講得係好瘋狂噶。二次大戰之後，由於咧日本軍國主義提到嘅美國提到得到咧呢個咧美國嘅偏袒。咁所以咧就並冇得到咗有效嘅一個清算㗎。
而咧軍國主義嘅土壤啊仲喺度嘅時候，天皇制咧就會咧被保留噶啦。而各大啊被呢個軍國主義養肥嘅一啲咧門閥啊嚇，咁啊門閥們咧佢哋仍然咧係喺度執政緊噶，所以啊呢個日本從來咧都冇諗住咧放棄過咧啊，或者冇直情做出嚟咧係放棄啊過一個咧對於軍國主義嘅復辟嘅。好啦，今次搞屎早苗搞屎早苗唔係高士啊，搞屎早苗嘅狂吠就係一次咧日本軍國主義嘅復辟嘅一種咧集中嘅體現嚟㗎。嗱，明面上啊，似乎咧係好似一個咧瘋女人，即係傻咗嘅女人啊嘅一次不自量力嘅一個愚蠢發言。但係其實佢個背後啊，實際上咧就係日本社會整體咧係右傾㗎，右轉咗添啊嚇。嗱，日本近年嚟咧，佢哋嘅產業結構越嚟越失去咧競爭力㗎。喺經歷咗呢個30-40年嘅 GDP 橫盤之後咧，而家就連維持住原有嘅規模都咧開始咧做唔到啦。嗱，從2012年起短短嘅10幾年之間，日本咧首先咧係俾中國超越咗，失去咗咧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嘅地位嘅。而呢2年啊，佢仲俾同樣咧係咧日暮西山嘅德國咧超越埋㗎。再過多幾年咧，恐怕分鐘連咧印度咧都要超越佢。而日本反而睇嚟咧係完全冇能力咧去扭轉呢個局面㗎。而家為止日本嘅經濟體量只有中國嘅大約1/4到1/5之間，而呢種嘅差距咧仲喺度咧逐年咁樣係拉大㗎。過去電子產品嘅領域威風八面嘅日本企業，早喺呢個7-8年之前啫嘛，就已經咧成為咗咧昨日黃花㗎啦。咩索尼Sony 東芝 Toshiba 啦、日立Hitachi 等等呢啲嘅日本品牌咧，已經越嚟越遠離咧嗰啲人嘅視線㗎啦。咁到而家為止呢個豐田、本田嘅日本車廠亦都係咧同樣喺度咧步緊後塵㗎，逐漸咁咧係逐步咧失去咗咧市場嘅份額嘅。先要喺中國嘅車企嘅競爭之下，喺大陸中國大陸呢個嘅市場上邊，每年咧都會以咧近乎腰斬嘅速度丟失咧呢個市場㗎。而日本汽車從過去佔據咧半壁江山，到而家為止，按照咧2024年嘅統計數字只係咧剩翻咧大約11% 嘅支持度嘅啫。好啦，咁今年咧估計剩翻咧就即係唔單止係呢個數，即係頭先咧就講得翻咧係呢個2024年嘅11% 啊嘛，係咪？今年仲得翻9% 左右添咋？而最可怕嘅係咩呢？就係唔單止喺呢個中國大陸上邊咧，嗰個市場競爭唔過中國嘅企業，或者叫中國嘅車企啦。呢2年連海外市場，特別係喺東南亞市場咧，日本車嘅市場份額都喺度咧係一步一步咁係丟失咗噶。市場咧逐步咁俾中國嘅車咧係蠶食咗佢噶。而日本嘅汽車產業不但止咧競爭唔過中國嘅企業，仲係咧好高度咁依賴咧中國企業嘅零部件供應添，簡直就可以講係咧無力回天嘅一種咧係局面噶。而日本嘅另一個支柱產業造船業亦都喺咧中同埋韓兩國咧來回咁樣去夾擊佢之下咧節節敗退噶。最新嘅2025年數據大致上咧中國咧喺全球造船業嗰度咧係佔比73%，而咧呢個咧韓國係佔比咧18%，而而日本咧係6% 噶。日本只係剩翻嗰個零頭咋，產業喺大衰退之下日本國內咧嗰個矛盾必然係高漲噶。將日本嘅不景氣歸咎於中國，呢個係最簡單嘅轉嫁呢個咧矛盾嘅方法。呢個咧就係造就咗咧日本嘅年輕人咧整體咧係右轉噶。軍國主義嘅復活就有咧呢個咧現實嘅基礎啦。所以搞屎早苗嘅呢個咧戰爭狂言又喺而家喺呢個咧日本嘅國內咧得到咗咧普遍嘅支持噶。而呢種嘅民粹加埋咧軍國主義嘅情緒咧支持度係再高都好啦，其實咧並不只係個咧個情緒嘅一個表現嚟嘅啫。佢
好難係進一步咧演變成為可以支撐戰爭嘅一種咧鋼鐵意志㗎。喺日本啊嘅國內啊嚇，咁啊換句話就係話去做民調啊，換句説話嚟就喺民調嗰度問問題啊，效果咧已經咧係唔同樣㗎啦。比如咧換成咗，而家你要參加日本嘅自衛隊嘛？嗱呢個時候咧，願意參軍嘅年輕人啊，砰砰聲跌到得返9%就陰公。對比啊最高峰嘅82%支持啊搞事早苗咧嘅男性年輕人，等於10個人咧喺度走咗9個，原來啊個個都真係咧過下口癮，做一個咧鍵盤俠嘅啫。好啦，你話呢個唔係情緒係咩先得㗎？嗱，順便講一講啦，日本自衛隊嘅平均年齡咧，其實咧亦都咧已經去到咧38.2歲㗎啦。咁啊，38.2歲啊，已經開始年紀大啦。佢哋指望啊一班咧上有老下有小嘅不過咧就唔當自己係自衛隊當成咧係一種職業嘅一個中年嘅一位咧油膩大叔去支撐咧一場嘅所謂叫做國戰㗎。喂，你係咪真係諗多咗啊？福島核電廠嘅教訓啊，又在我哋眼前啫嘛，啱唔啱？福島嘅核電廠出事嘅時候啊，日本政府命令咧自衛隊係去出動去救援㗎。結果自衛隊前行咧30公里之後，咁認為咧呢個太過危險理由咧，就去取消咗佢㗎。咁兵退咧60公里。嗱，呢個真係咧，正所謂他媽的啊，比呢個咧日本政府組織嘅民眾撤離距離咧都仲要遠喎，陰公。嗰啲民眾都係退咗咧30公里啫嘛，而自衛隊呢一班嘅老爺們喂，即係咧唔理得你死，撐起就跑60公里，最後生生咁將一個可以挽救嘅場面，變成咗無藥可救嘅核災難㗎。嗱，最後仲要咧係呢個日電公司組織咗一批咧身有重病、命不久矣嘅，平均年齡咧都喺60歲以上嘅老頭子，組成一個咧敢死隊去咧入到呢個咧核電廠嗰度處理問題嘅。處理好個後果之後咧，就係日本向大海排放大量核污水咯。嗱，喺呢個咁樣嘅唔理智嘅情緒嘅支撐之下，搞屎早苗咧，仲有一啲所謂叫做咧無力感嘅一個死撐㗎。但係日本呢一次咧反而咧係同情同埋同時間咧係得罪咗咧中美俄㗎。嗱，喺呢度咧係幾個嘅所謂叫做鍵盤俠嘅支持，就能夠好似撐得住咁。同時走去得罪咧五常上面咧嘅三常，你會有咩嘅好下場先得㗎？嗱，得罪得呢個咧中俄，你就唔使多講嘢啦，大家應該都明白㗎啦。而日本又點會得罪到呢一班大佬，得罪到佢哋嘅大佬美國先得㗎？大佬俾你威脅性嘅武器，唔係叫你真係去挑釁，並且咧主動咁樣威脅中國。嗰400枚嘅巡航呢個叫做戰斧巡航導彈咧，係俾你對付金將軍嘅咋。而家你攞咗去佈置擺喺呢個咧石垣島上邊明確咁威脅中國，咁呢個代表咩啊？代表大老美養嘅呢條狗咧已經係變成失控咗啦。嗱，從來只有咧人去放狗嚟到咬人嘅道理嘅啫，就冇狗拉住人走去衝去開片嘅呢種道理噶嘛，係咪？嗱，大漂亮咧而家嘅國策係咩咧？就係要執行戰略收縮。喺呢個戰略收縮期間咧，佢需要同中國咧維持住鬥而不破嘅局面噶。而就係咁講亦都係已經會講話好多嘅狠話出嚟噶啦，亦都會咧搞啲小動作，形成咗一啲實質性嘅挑釁噶。但係無論叫得幾多幾狠都好啦，最終必然咧都只係打嘴炮噶，唔能夠咧真正咁咧係演變成為咧動手。真變成動手嘅話咧，咁樣嘅大漂亮國嘅霸權就真係咧完蛋啦，玩完啦。就算頭一波嘅交戰係能夠勝利都好啦，佢亦都冇辦法應對咧後邊嘅持久作戰噶。喺呢個咧老美嘅產業空心化，睇下有幾嚴重，恐怕咧都唔需要咧呢個多講噶啦。頭一波打完啫嘛，咁樣係咪真係要乜就冇乜咧？連彈藥都得到咧供應唔上嘅情況㗎。唔好以為我係亂咁吹而喺咧俄烏戰場上面咧就已經出現過，整個北約
對供應上唔供應唔到嘅烏克蘭消耗嘅情況。咁啊連對呢個咧俄羅斯都係咁樣噶，何況咧係面對住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嘅中國咧，係咪？中國如果真係要進入呢個咧戰爭嘅模式嘅話，講呢個坦白講隨便一條嘅生產線一日嘅產量就已經頂你老美1年啦。而中國嘅造船業體量係你個美國嘅230倍啊。而家嘅中國軍艦製造只佔咗國內造船業嘅大約1% 嘅份額，但係淨係呢1% 嘅份額喺呢個月裏邊咧就已經係服役㗎啦。包括咗呢個咧係福建艦航母1艘啦，055大驅2艘，052D 嘅驅逐艦2艘，同埋咧054B 嘅護衛艦1艘㗎。嗱，當然唔少得嘅係咧航母嘅補給艦1艘添啦。嗱，仲有一啲咧仲有一艘咧係帶住咧電磁彈射嘅076兩棲無人機母艦咧喺度咧做緊海事㗎。嗱，淨係剛才同大家盤點嘅呢啲艦隻佢哋嘅準噸位已經咧係超過咗咧20噸㗎啦。咁差唔多咧係德國海軍嘅一個咧規模咁樣㗎。嗱，法國個海軍嘅2/3仲要係真係進入全面嘅戰爭模式嘅話，中國嘅呢啲步兵嘅一個規模會恐怖到乜嘢嘅程度先得㗎？係咪？嗱，呢種仗點打打大仗嘅話，最後一定咧就會咧打成咧消耗戰㗎。嗱，比雙方嘅生產能力，而中美之間唔打仲嚟得好啲，打就必然係大戰嚟㗎啦。嗱，所以呢個時候老美亦都知道唔能夠俾中國咧真係咧喐手㗎。嗱，如果喐手嘅話咧就玩完㗎啦。嗱，所以特朗普咧搞咗一個咩圈咩貿易戰之類咁樣嘅嘢之後咧見中國唔肯退讓，咁只能夠咧灰溜溜咁樣啦，就玩緩兵之計，就話休戰1年㗎。希望喺呢1年裏邊咧休整期內咧能夠重新咁樣整合一啲資源，令到至少將自己產業空心化呢個大窿咧補一補佢。而日本又喺呢個時候用最離譜嘅方法嚟到挑釁中國，直接干預咗中國嘅內政㗎。可以講係話咩呢？就係已經嚴重咁挑戰咧美國呢個整體嘅國策嘅。而且亦都要咧係事實性咁樣去試探㗎，要掙扎咧美國嗰個控制嘅可能性。嗱，日本嘅呢種嘅舉動唔單單淨係佢自己試圖咧去掙扎美國嘅控制，仲會起到一個非常具體嘅示範作用㗎。日本能夠成功嘅話，咁樣德國亦都會跟住做㗎，而歐洲亦都會跟住嚟到亂咁套㗎。整個嘅2次大戰之後建立起嚟嘅國際秩序，咁樣就全盤崩解咗啦咩？2次大戰之後嘅國際秩序咧，最大嘅受益者係邊個嚟先？係美國人啊嘛，係咪啊？係美國人。咁呢套嘅國際嘅秩序冇咗，老美嘅霸權咧，亦都咧變咗冇埋啦。連2次大戰嗰個戰敗國都可以咧出嚟講話自己獨立㗎。或者獨立出兵海外咁樣話㗎，你老美仲好意思話自己係大佬喎？喂，講白咗係老美嘅大佬地位再冇人敢認咁解啫。嗱，你日本一邊喺度拆老美嘅台，一邊咧仲要拉埋老美落水㗎，利用所謂嘅日美安保條約，將呢個美國嘅軍事力量拉咗入去同中國嘅戰爭之中㗎。嗱，你如果係美國人嘅話，恐怕你企喺一個美國人嘅角度咁樣去思考思考呢個問題嘅話咁恐怕你亦都會對日本恨得牙都癢埋㗎，牙癢即係好恨咁解。呢個係明晃晃咁樣玩一種叫做驅虎就呢個蛇驅虎就吞狼㗎。你當老美係咪傻嘅先？啱唔啱？所以當你聽到今次習特嘅通話，老特話中國喺2次大戰之中發揮咗重要嘅作用，而美方亦都係理解台灣問題對於中國嘅重要性。呢個咁樣嘅表態其實並唔簡單㗎。中同埋日已經係劍拔弩張嘅情況之下，中國喺呢個2次大戰之中發揮咗重要嘅作用嘅呢句説話㗎。實際上
已經好隱晦咁樣同意，就話中國有教訓日本嘅權力同埋咧係呢個叫做咧係資格㗎。咁啊，因為咧佢哋咧喺呢個咧維護戰後國際秩序同埋對美國嘅霸權，仲有咧係冇實質性嘅影響，甚至乎係有利於咧美國維持名義上嘅霸權㗎。美國理解台灣問題嘅時候嘅對於中國嗰個重要性，則係補充説明咗就係話，對於日本嘅教訓，美國認為應該圍繞住台灣，就而唔係統對日本本土上面㗎。呢個即係話可以教訓一下，但係就唔好打死佢喎。打狗你要識得睇主人啊！呢條狗真係係有啲唔聽話㗎啦。所以你教訓下佢都可以嘅嚇。不過咧就唔好打死佢咯。OK 嗱，打死咗咧係變成咧我太過冇面啦。而第二個咧就係呢條狗咧我仲有用㗎。好啦，其他嘅咧。又就係話阿老特順便咧咪要價咯，係咪啊？要價，例如咩大豆之類咁樣啊。老實講就係大豆呢個咧所謂狗屁一樣嘅事啊。亦即係話老特咧係非常之咁在意噶。嗱，我哋嘅習大大咧根本咧就唔當佢係咩一回事。喂，買賣一啲大豆不過就係話隨手之間咧攞嚟玩下嘅事嚟嘅啫。揾個部長就已經搞掂咗佢啦，係咪？隨手之間可以解決嘅事。嗱，呢次嘅通話恐怕咧並非係討論咧貿易之類嘅事㗎，情況同1979年咧係非常之咁類似。喺1979年嘅時候鄧公即係鄧伯伯咧就訪問美國，亦都係咧最後同卡特咧可以咧係卡特總統可以會面之中咧係私下通報就話中國將會喺近日咧對越南咧發動軍事打擊，特此咧係通告貴方㗎。咁請注意啦，我哋咧係通報貴方，並唔係咧徵求你哋嘅意見㗎。好啦，而特朗普同埋習大大通完電話之後立即就打個電話俾搞屎早苗同佢通話。喂，呢個咁嘅指向性，唔通仲唔明確？假如僅淨係話要維持住當前嘅貿易嘅話，外交手段咧嚟到去處理中日嘅問題嘅話，習大大完全咧係冇必要同呢個老特咧主動咧去通電話㗎。而阿老特咧亦都咧完全冇必要咧咁緊張㗎。事後立即同咧日方嗰邊咧係通話，恐怕後邊咧日本如果再喺度死撐嘅話，會發生咧軍民衝突等等呢啲危險嘅事情嘅機率咧就會越嚟就越高啦。接住落嚟台灣咧未必有事，但係日本咧就必然有事㗎。恐怕已經係咧唔單單淨係高市早苗落台就能夠交代得過去嘅事。日本必須要咧喺呢次嘅言行嗰度咧付出咧呢一啲所謂叫做現實嘅代價。例如係咩咧？就除咗美軍基地保留之外，日本自衛隊等等日本嘅力量要退出琉球群島咁話㗎。類似嘅石垣島等等呢啲咧變成咗非軍事區。咁琉球地方獨立已經成為咧國際問題等等㗎啦。好啦，羊城小人物咧就寫到嚟呢度，睇嚟咧分分鐘咧仲未寫完，仲未咧收筆㗎。但係咧可能咧下一次先同大家講。無論如何大家咧聽咗羊城小人物嘅意見先，等我整理好我自己咧嗰個意見，咁我同大家咧就再分享一下咧究竟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同埋大家咧究竟想做啲咩嘅，好冇？晏啲再見。我自豪因我多角度思考，拜拜。